李克勤同容祖兒呢兩個唱得之人，近年成日拍住相到世界各地舉行巡迴演唱會。呢晚佢哋就去到廣州開 show， 連串工作舟車勞頓，難免會覺得攰。克勤都取笑成日喺台上揼腰骨嘅 Joey 啊。去到演唱會中段，克勤同 Joey 唱完連串快歌之後，克勤就邀請全場觀眾一齊合唱感性版《紅日》，希望為近日不斷辛勞工作嘅香港消防員打氣，場面感人。我想喺呢度呢。借住大家而家全場都企晒喺度，情緒好高漲嘅時候，因為啱啱唱呢隻歌呢，《紅日》裏邊嘅歌詞呢，我覺得好啱。因為對於我嚟講，《紅日》呢係一隻幫我自己打氣嘅歌嚟。咁我覺得呢幾日裏邊呢，可能大家有留意香港新聞嘅朋友，都可能會知道香港有啲消防員好值得或者需要大家去幫佢哋加油同埋打氣嘅，我哋會將呢一個片段錄低俾翻佢睇。我哋而家彈一個比較有感性版嘅《紅日》出嚟，我哋全場唱俾所有消防員聽，好唔好啊？好。One, two, three, four。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好難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多謝所有廣州嘅朋友。克勤早前同老婆兩個人去咗英國睇波，兩個仔仔就因為要返學冇得去，所以今個暑假佢就話要補償返俾佢哋啊。因為即係家有兩小孩啦，咁都會同佢哋放一放假嘅。咁因為都經常有，其實由年頭開始都即係飛得好勁啦，今年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同佢哋出外反一反咯。放暑假克勤就有得去旅行輕鬆下，不過 Joey 就要繼續努力工作啦。得啦，我發達啦，我終於拍完嗰啲真人 show 啦，咁我可以唞一唞啊。咁但係又唔代表佢放得假嘅，因為我又冇特別話要放假，即係 on and off 都有啲工作啦。暑假對我嚟講其實冇乜意思嘅。咁不過我都打即係你嗰個暑假出外嗰個假期，其實就係喺唔同嘅地方工作啊嘛。我諗住唔好咁，即係可以俾自己瞓到過10點，其實我已經好開心㗎啦。